对关心台语的友志，咱今日伫遮是为着咧纪念世界妇女节。纪念无一定是悲哀啦吼，纪念可能是更新思考咱对即个语言的认捌甲心情吼。透过今日希望是咱透过亲子音乐会邀请即个自然对土地甲台语安怎结合即个产业节，甲台语家长所组合创作的即个台语乐团。咱做伙透过台语歌来思考咱的语言甲咱的即个关联，甲咱的联系到底是啥？咱对即个语言的心情感情到底是啥？时间宝贵，咱就来把时间交互咱第一个要来演唱的即个蔡依这个卢家健老师。你的
春天的香味，放伫你的
心胸。
阵啊，会使进去看一下。定定是伫咧树野做侪咧相接的所在，例如伫顶悬赤网，伫对网嘛有做侪款的，恁敢有看过？有诶就想要一个大大的网，有诶小小啊，较加伫咧草仔遐，就想要赤布小条，就一卡巴就对啦吼。爱水珠、雨珠落伫顶悬，非常的美丽。啊，春天哦，阁有一种菜色，特别甜，特别水脆。敢有人知影春天有啥物菜色最好食？即摆大部分拢种伫咧关山啦。若讲关山，你知影无？好食啥物？哦，够的，对，就是高丽菜。啥叫春天的高丽菜会遐尔好食？毋知你有想过无？无要紧哦，我要唱互你听。也看是安怎春天的高丽菜会遐尔好食。春天的高丽菜，经过一个凉凉的冬天，伊慢慢大长起来，一声声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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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青青胖胖的地壳。春天的高丽菜，经过一个凉凉的冬天，伊慢慢大长起来。叫掉没？白灵丝伊个脚长，伊就会使伫个水内底落过来，啊，因为啊，即条我要请恁倒听看卖哦，总共会有几只白灵丝飞过来。
将几只白灵丝买过来，人家去第一只白灵丝买过来创啥物？第一只白灵丝买过来创啥物？这就是我的愿望，独立水田中。台湾要安那？其实已经独立啦吼。两只白灵丝买来创啥物？掠鱼仔水田中。三只白灵丝买过来创啥？慢水田中慢慢啊行。四只白灵丝买过来咧，伊轻轻啊点水起锅，这时阵凉凉的风吹来，我有看到有一个阿姨用一个足好、足趣味的乐器，我有看到，应该是真乐器。什么？洛林。刷脸，有啦，刷脸，感谢。啊，对啊，阿姨用这个乐器的时阵，足厉害，对无？足侪种变化吼。这因为原文叫做 maracas， 所以讲你要讲到咱台湾有人写做刷脸，maracas 都会使。啊，我有听到另外一种声，应该有啥是做一个演奏者，第几个演奏者发出来，另外一种声有听到无？有听到无？第几个？正面算过来第几个？第三个，什么声啊？细卡的声。哦，因为咱伫咧咱伫咧田边啊，就一定会听到四卡叫哦。好，台湾的外口人常常足翕的，翕的时阵啊，身躯黏黏无水气，这是上好是安那？上好是去山顶啊，吹自然风啊。你若坐伫咧树木的骹清风，纳凉足舒适的。你若举头一看，头光笑过。这个叶啊，叶啊就亲像要滴出水，头光甲树叶啊伫咧土骹，亲像画一幅足特别的图。
几声。即马咱嘛要对暗晡者来歇困啊哦，歇困就是来到秋天，秋天收尾团圆是一个重要的节日。中秋若是要食月饼、奥茶、马油仔，若是恁兜附近有一丛桂花，闻着桂花，心头嘛笑起来。小花蕊点点，草地飘着点点，对月是冷风凉凉，风里随风来渐渐，飘沙为人下静静。对我的囡仔来讲啊，囡仔上爱食啥？爱食糖啊，爱美丽的果子啊。但是伊甲我讲，妈妈妈妈，冬天的日头吼，比什么糖啊果子搁较珍贵。叫你妈妈买一
巷路，那下一个巷路，你开口罩，为这个巷路讲讲笑笑，食一包物件，唔拿身躯想起来，因为遮尔幸福啊，你的心嘛会烧落咯。时间到吼，阿 A。我是单一的主管啊，就是应啥吼，就是大家看迄个百万女内底百万姐姐，老早，做伙拍拖啦，老早，做伙拍拖啦，老早，来，老早，跟老早，做伙拍拖啦，老早，就这样，老早，做伙拍拖啦，老早，这边呢，这边可以，这边啦，不能这样。我等讲这边的时阵，这边可以拿手无？好，听到无？听见哦？这边呢，这边拿手，来对摆哦。来这边呢，拿手。好，这边呢高炸。对吼，咱讲加一个吼，你除了加手，你讲高炸，对摆哦。来这边呢高炸。很好，来，再来往倒边呢，倒边呢高炸。哟，然后倒边摆哦。来倒边呢高炸。然后，好，超级的是什么？当然是最头前。哦，刚你若感觉是最头前，哦，等下叫着你的你有点气哦，哦，来咯，来头前的高炸，真好，好来后壁哇，后壁嘛真侪人哦，好来后壁的来高炸哦，来，对哦，来后壁的高炸。好，真好哦！啊，即摆就要规条歌甲连落去哦，所以等有可能常常有这边，有可能常常倒边，所以要注意听哦。来，准备来拍好啦！来，高炸，做伙拍好啦！高炸，做伙拍好啦！高炸。这边的高炸，倒边的高炸，头前的高炸，后壁的高炸，你讲
高水的目睭，高水的鼻，高水的目来，高水的耳，高水的嘴来吃甜甜，高水的囡仔笑眯眯，再回来。高水的目睭，高水的鼻，高水的目来，高水的耳，高水的嘴来吃甜甜，高水的囡仔笑眯眯。多谢你们大家。接落来，咱来唱一个天顶的主题呢。讲到天顶的主题呢，你可能会想到，叫啥物？伫遐混落来，日头，啊，伫遐混甲日头，搁一种弯弯的物件叫啥物？飘。再来个，好天啊好天啊，日头照，大头看到一条桥，看天顶。好走近，当作什来什么？阿香干阿香，乌香草阿香，阿香红香叫阿香。有这种兄弟的，咱来做伙来歌唱一摆。好天啊好天啊，日头照，大头看了一条桥。看天顶，好走近，当作啥有几双？阿香干阿香，乌香草阿香，阿香红香叫阿香。时间做咧考落来呢，家己落在迄个亲子乐团的副团长，好。嗨，大家好，我是连贤。歌好听，好听对吧？阮家己无亲子乐团的歌，就是拢是爸爸妈妈做的，就是还是家庭更乐团的爸爸妈妈做的。差不多四三条，三条，有两条是我写的歌好，这条也不是嘛是妈妈写的。你讲落要什么？咿呀咿呀哟。阿母，你讲落要什么？咿呀咿呀哟。一条500块，二条1000块，买一条买2条，买到1个500块。阿母，你讲落要什么？咿呀咿呀哟。到台北。好，来，啊，即摆问题来啊！头拄是阿母伫咧网络买啥物？买衣啊！好，啊，即摆大家敢有想要叫别人换别人去买物件有无？哦，若是要换阿爸，好，阿爸要买啥？阿爸买刀啊！好，啊，伫倒位感觉网络了，当时感觉网络，好啦，咱先伫网络好啊，啊，无先负责，我记个起来。好，来哦。邀请各位请哦。这个来，阿爸，你忙到要什么？阿爸，你忙到要什么？好，问题过来啊，刀啊，咱是算安怎？是100块。100块，不是啊，我是讲是1对啦，对吧？刀啊是1对。我一袋500块，安尼两袋偌济，敢会知影？1000块好水，一袋500块，两袋1000块，一袋500块，两袋1000